大家好，我係陳子謙律師。今日係2026年5月14號，星期四。今日會同大家講下英國話題，不過就唔係移英港人喺英國嘅苦況，而係英國政治局勢大變天。英國政權一直都係由傳統兩黨輪流執政，分別就係工黨同埋保守黨。不過喺2026年5月7號，喺英國地方選舉中，呢兩個老牌政黨呢就遭遇慘敗啦。喺2024年，工黨就以壓倒性嘅姿態上台，正當所有選民都歡呼嘅時候呢，點知施紀賢喺執政不足2年內佢嘅執政理念呢就引起全國國民嘅不滿，唔單止引發咗多次反移民嘅示威，更加令到英國嘅經濟極之非常差。就連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都有可能破產，搞到英國國民對佢嘅信心係盡失。至於保守黨喺2024年失利之後呢，直到而家呢都仲未可以恢復元氣，支持率呢仍然係低迷。傳統主流政黨失去咗主導地位，而一直連插針都插唔入嘅改革黨就喺5月7號嘅地方選舉之中由原本嘅只有2席，竟然大幅暴增至到1440席並且奪得14個地方議會嘅控制權，即係我話事。一直處於邊緣位置嘅改革黨突然脫變成為主流，取得呢個可以話係暫時性嘅大勝。喺呢一場歷史性轉變嘅地方選舉之中，究竟會為英國帶嚟啲咩改變呢？同埋對移英港人嘅未來又會有啲咩大影響呢？我都會同大家一一分析同埋討論嘅。點解今次工黨會慘敗呢？咁就要講下施紀賢執政之下，佢嘅政策點樣一步又一步咁樣令到英國國民對佢失去信心，又或者係施紀賢點樣欺騙佢嘅支持者。喺2024年工黨參政嘅時候呢，就曾經承諾過會喺勞工方面實行新政，限制僱主使用所謂先解僱再聘用呢啲咁嘅蠱惑手法呢，迫使員工接受待遇較差嘅條件，嚟到去積極保障勞工階層嘅利益，同埋改善就業情況。理念係好嘅，但係但係咧要實行就難啦。雖然話明工黨呢個理念係可以爭取到好多工人階級同埋可以叫做話中低產嘅人嘅支持，不過好可惜佢執政係2年之間工人嘅就業情況唔單止係未有改善，青年失業率更加係屢創新高。而我認為令到英國國民對佢失去信心嘅事件就係多次喺移民政策上面處理失當，而且佢仲多次被批評喺移民政策上係無能，以及多次係突然間轉軚，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成日彈出彈入搬龍門，搞到英國國民都唔知信唔信佢好，更加係令到民眾對移民表嘅評水極之不滿，不斷升溫，即係而家大家見到㗎啦，反移民嘅浪潮喺英國係隨處遍地開花嘅咁樣。我就會重點講下由工黨執政下嘅移民政策，因為我認為呢個係令到改革黨點解會可以突圍而出嘅主要原因。喺施紀賢上台之後就有官員不滿點解佢上咗台之後短時間內就有超過5萬位移民越過英倫海峽進入英國，即係話湧入嚟啦。雖然數字上係比過往高，但都不至於令到施紀賢嘅民望跌得咁犀利嘅。但係佢之後嘅政策就突然多次偏向尋求庇護嘅所謂難民，以及未有喺非法移民問題上面擺出強硬嘅態度，咁即係話佢容許外人搶英國人嘅飯碗啦。眾所周知啦，英國經濟一直都係好差嘅，
但係司紀賢竟然喺呢個時候就動用咗天文數字嘅223億港幣嘅公僕，長期租用酒店去安置尋求庇護嘅所謂難民。喺英國民眾生活上面百上加斤，物價又高啦，但係收入又減低之下司紀賢竟然偏袒幫助對英國毫無貢獻嘅呢啲話難民，即係拎自己錢去幫外人，都唔幫自己人。你話佢點會得到民心呢？先唔講其他政策，當初支持佢嘅人就係相信司紀賢會帶領英國人渡過呢個政治危機，渡過呢個經濟難關，工人嘅不平等對待，同埋可以真係幫市民大眾改善到生活同埋經濟環境。點知道司紀賢嘅手段係變一當選咗之後就係手指咬出唔咬入，令到竟然係多咗好多嘅新移民又或者係非法移民即係種種唔同種族嘅人嚟到去湧入英國，佔用咗極之多嘅公共資源，咁亦都令到本來係屬於英國民眾嘅福利大減，咁更加係令到好多民眾係發起暴力抗議同示威。相信大家都記得當時英國有一段時間係多次發生過反移民嘅示威抗議嘅。英國人喺走去安置咗難民嘅酒店外面，公然咁樣不斷掟雜物，同埋竟然係破壞間酒店啦。更加係有路過嘅移英港人喺抗議中受傷，即係俾啲抗議者嗰啲白人打傷搞到身處喺英國嘅香港人都人心惶惶，都唔知敢唔敢出街好，擔心英國人對啲難民嘅不滿情緒會轉移到佢哋身上。咁其實佢哋咪又係難民，講真係嘛，一樣㗎，係咪？咁你係黃皮膚，人哋可能非皮膚、黑皮膚，你哋都係難民嚟嘅啫。但係種種令到英國國內產生矛盾嘅政策之下同埋喺傳統兩黨執政之下，都解決唔到控制非法移民呢個問題，所以就令到呢兩黨都失去咗市民嘅信心，令到改革黨呢個標榜話要為英國改革、趕絕新移民、趕絕難民嘅政黨成功上位啦。改革黨同傳統兩黨最大嘅分別之處就係改革黨係主張大幅收緊移民，同埋嚴格咁樣去解決限制移民嘅問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喺上年2025年改革黨嘅黨魁法拉奇就講過極之激進嘅言論。佢話假如改革黨勝出嘅話將會徹底廢除外嚟人士，移英5年就可以攞到永居呢個限制，凍結非必要移民同埋打擊非法移民等等，即係話5+1嗰啲全部冇。當時法拉奇嘅言論就被工黨批評為係種族主義不道德歧視咁樣，就話係完全係冇實現基礎嘅。但係當時我都以為得唔得㗎？點知細估唔到到咗今日啦，法拉奇嘅反移民口號就直接擊中咗英國民眾嘅要害嘅心聲，再加上工黨嘅執政失當，咁就造就咗今次英國政治史上嘅一次大變天咁樣。咁其實講真。我相信而家移英港人嗰啲 BNO 都人心惶惶㗎啦，因為而家由2隻變到14隻，咁只係開始啫，呢個係頭盤。咁跟住嚟講會點跟住應該就會席捲係嘛？地區選舉之後就到係嘛嗰啲上議院、下議院，分分鐘改革黨好有可能我預計係可能執政或者係做一個叫做關鍵少數嘅執政黨都唔定，或者同共和民主黨係嘛一齊執政咁樣。咁變咗嚟講成件事應該係叫 Liberal Democrats 先啱，冇錯，一齊執政，即係話自由民主黨一齊執政，咁搞先啱，糾正下。咁變咗嚟講分分鐘係嗰啲5+1全部廢除係好有機會實現㗎。咁即係話點即係你做夠5年都好，唔該，你都係翻香港啦，冇你份做真 BC。咁我想問下網友啦，究竟大家覺得改革黨會唔會最終真係執到政而且更加會廢除呢個5+1呢？咁如果係大家覺得會咁就可以喺留言區寫句冇你份，
三個字，代表乜嘢啊？就即係話呢，真 BC 就冇佢哋份啦，寫冇你份三個字，我就知道呢，各位網友呢都覺得改革黨呢係有機會廢除上台執政，廢除呢個5+1嘅。今日我條片就到呢度。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呢條片係講得有道理、分析得好嘅話呢，希望各位支持我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同 share 訂閱我個頻道同埋廣傳我條影片。我會定期出片同大家講社會時事、國際時事、移英嘅新聞、英國嘅話題、騙徒嘅最新行騙手法同埋大家點樣可以防止被騙。最重要係用正確嘅法律觀點同各位講出乜嘢係啱，乜嘢係錯，等大家唔會誤墮法網。多謝大家。